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月29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。耶利米书36章第27节到32节。路加福音第4章38节到4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找肯。咱知先知耶利米伊传达上帝的话，伊嘛吩咐巴录来记载落来。但是就被当初时的王约雅敬一页一页甲伊拆落来烧毁。虽然是安尼讲，上帝犹原呼召耶利米继续摕一卷册卷，搁将上帝的话语改名重写一摆，因为这是上帝册卷先知的工作甲目的，就是要爱互人听来明白，并且来遵行上帝的改名。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囝书记巴录就拢照上帝的册卷，拢是上帝册卷的仆人吼。因忠心伫上帝所托付因的工作，就是传达着上帝的旨意甲命令。这原来是要来提醒犹大国，但是王却拒绝上帝救恩的预言，并且烧毁记载上帝改名的书册，藐视上帝的教示以及上帝的救恩。耶利米书36章27节到32节圣经安尼讲，约雅敬将耶利米讲互巴录写落来的迄卷册烧去了后，上主阁对耶利米讲话，讲你着摕一卷册卷，将犹大王的约雅敬摕去烧内容阁写一摆。关系犹大王约雅敬，你着记载上主安尼讲，你烧迄卷册，佮讲耶利米是安怎伫迄内面写？巴比伦王会来毁灭即块土地，消灭这的人民甲精神，所以上主针对犹大王约雅敬安尼讲。伊的子孙一定无人会当坐在别个王位，伊的尸体会互人ฮ็伫外边，日时互日晒，暝时互霜冻。我要因为伊的囝儿甲伊的人心的罪孽，甲伊刑罚。我要将我对因讲过在的讲，互因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犹大人民。毋过因要听叹，耶利米就摕一卷册卷交互尼利亚的囝约书记巴录，叫伊将互犹大王约雅敬烧去迄卷册的内容阁写一遍，另外阁补充真济类似的话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遣来世间，将伊的救恩赏赐予生命需要医治、犯鬼需要救恩、失去自由需要拯救的人。真可惜，就是遐个受上帝竞选听候弥赛亚救恩的犹太人颠倒，不但无认捌救恩，佮较亲像约雅敬共款拒绝耶稣基督。反倒当将迄犯鬼伸上迄个鬼魂呢，伊认捌耶稣基督，并且真清楚地画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。连鬼魂拢知耶稣基督是主所差遣的救恩，伊独到2个半呢，
路加福音第4章38节到44节记载讲，耶稣离开会堂，入去伫西门因兜，西门的场畔边，发热真烧。有人甲耶稣讲即个代志，耶稣徛换去伊下边仔，这边热边，热就退。有啲人随时就起来甲伊侍候。日落的时，众人将各种的人边的人拢来找耶稣。耶稣一个一个甲因医治，拢甲因医好，嘛有几对真侪人的身躯出来话讲，你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甲因责备，毋准因讲，因为因知耶稣是基督。天一个光，耶稣就出声去伫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规阵的人在找伊，找着就甲伊留地，无爱伊离开。毋过耶稣甲因讲，我嘛着记别的城市传上帝的福音，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目的。伊就继续伫犹太逐个会堂来传道。耶稣基督虽然禁止鬼魂讲话，但是耶稣基督甲众人讲，伊必须爱去到伫别个城市来传上帝主权的福音，这是伊受差遣的目的甲工作。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上主啊！你永远存在，你的话确立伫天顶，你的信息传到万国万代，你建立地，互伊确立，天地照你的安排，到他永远存在。因拢是你的册用，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就早伫我的苦难中间灭无啊！我永远袂记得你用你的律例，因为你用你的律例保守我的性命。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追求你的律例，歹人伫长等要毁灭我，毋过我要默想你的教示。我看出所有完全的拢有限，只有你的诫命完全无界限。感谢上帝，遮尔听阮，也互阮会通得到救恩。求主帮助我明白，阮是受拣选、受呼召。被差遣，正做福音的见证者，阮会通祈祷来奉主耶稣基督生命来传福音，阿门。